继续关心以色列，伫当地时间24日，无插国际上的反对继续去空袭加沙，也有埃及甲盖城市拉法，造成7个人死亡。法国总统马克宏即马是警告讲，以色列若继续安尼做，恐惊会犯战争罪。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伊嘛讲，去拍拉法是一大错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因国内嘛有上千人行上街头抗议，要求因的政府爱停火。因讲即马上界要紧的代志是甲人质赶紧互因平安倒转来。伫加沙走廊的南部接埃及的边城拉法，一规个看起来迷迷茫茫，因为这拄好以色列空袭过，造成7个人死亡。拉法地区除了原本的居民，还有对加沙北部超过100万的难民过来避难。以色列的军队捌讲拉法是加沙走廊的安全区，所以无得插国际社会的反对。讲这有哈马斯的地道、军事基地和设备，讲这就是因即摆选攻击拉法的主要目的。 وهي الدار اللي احنا قاعدين نزهن عندهم تضررت بشكل كبير واحنا كنا بدنا نموت فيها، وهذا الامن والامان بنقلوا فينا زي البس اولاد. 除了拉法，以军第2次攻击加沙走廊中部的城市戴尔拜莱赫，造成10个人死亡，其中2个是囡仔，5个是负责人。根据加沙的卫生部讲，对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地区至少有32226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死，而且伫内面都有2/3是负责人和囡仔。 法国总统马克宏24日是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和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2世通话，表达法国是坚决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的立场，而且警告纳坦雅胡，用这签刷人口会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讲，伫拉法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拢会是重大的错误。那以色列嘛是阁坚持要攻打拉法，美国这边嘛无摆渡会采取任何行动。 几千个以色列的示威者伫特拉维夫的街仔路抗议，而且设路障，因甲路障拢点互岛来表达因的生气。所以要拍火的安全人员在相拍。We want a ceasefire, and we want him to go, and then we have to rebuild this country again because this country is in chaos, and none of the thousands of people of here believe in the government anymore. This is not my government. 根据美国卡达和埃及的相信之论的谈判，以色列已经同意美国的提议，要放差不多70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其中包括因为台以色列国民，被判爱关14人的100个人，来换哈马斯放40个以色列的人质回来。目前当在等哈马斯的回应。双方进前嘛捌表示讲，若达成协议，以色列就会暂停6礼拜对加沙的攻势。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